中央社喀布尔24日综合外电报道，联合国今天发布报告指出，2018年因战争而死亡的阿富汗平民人数是阿富汗近20年战乱中最多的一年。联合国的数据指出，自杀攻击和爆炸事件对于战争撕裂的阿富汗造成严重破坏。2018年平民死亡人数较2017年上升11%，共有3804人死亡，另有7189人受伤。这份报告在美国和塔利班 （Taliban） 进行下一轮会谈的前一天公布，双方会谈目的是要终止冲突，暂时带来和平的希望，但掺杂着美国撤军可能引发更激烈内战的恐惧。阿富汗经历暴力冲突多年后，这个会谈将在杜哈举行。根据联合国报告，自10年前开始汇集资料起，至少有32000名平民在冲突中丧生，另有6万人受伤。根据这份报告，2018年暴力冲突升高，在此同时，刻意以平民为攻击目标造成的死亡人数也大幅增加，主要来自塔利班或伊斯兰国 （IS） 同路人所发动的自杀攻击。联合国秘书长阿富汗事务特别代表山本忠通 Tadamichi Yamamoto 说：“是时候让这场人类的苦难与悲剧结束了。”他也说，停止对平民杀戮和摧残的最好办法就是停止战争。译者李敬伟斜线合稿，严思琪，108-0224。